花莲吉安行业林德文春入过后就提种花做事。去年花莲大体通过後，伊決心愛結束過來時鋪落實嗰位8年的日曆歸去家鄉。林德文的阿爸係石雕藝術家，伊還是聽到看到，嗰所以美國家己來創作看這樣嘅東西。我伊同伊爸爸冇共用，伊改好字幕藝術作品，單單就係動物，做出來嘅動物的神道嘅吞動作。同真正的動物改參，用大多變形的做法來創作，做到講義真又限係愛家庭的想象，因為希望自家的作品為屯花蓮帶來新的能量。來到蘇阿蘇，蘇到樹當起，佢哋天火當空嘅牛嘅叫嚟，將係準備為炒下來，當地人家嘅下巴狗，用啲古人遠國嘅小筍頭，看到人出成為6000變落去。別行很出太小浪路個行業兩件加比干，出現係行業同不善內容。透過這樣子動物的壁掛，取代活體的標本，所以他們的這個概念是尊重生命。那我也希望把這樣子的理念，然後帶來一般的就是空間。那很希望說藝術不再只是跟我們人有所距離，而是跟我們生活是非常貼近的。花蓮鐵土本發展起年間地圖嘅加比干，同啲嘅展出藝術家點點分解劇目作品，幾種同步亢奮做主題，每種同步嘅聲道老同奏，高盤下規嘅空間來設計。動物是最能夠貼近小朋友跟一般普羅大眾。好，那如果是我設計的形體太過抽象，又會讓看的人可能會一時間沒有辦法去意會過來。這也就是為什麼說我要追求一開始是先從造型讓大家能夠喜歡。我自己也很喜歡動物，所以我很訝異說，可以用紙呈現各式各樣的動物，然後甚至它的顏色、大小跟空間的互動，都會有產生不同的感覺。剛好看到那個熊，我就覺得，它蠻生動的，然後也真的很像。就是它要過來咬人的感覺，然後小型的話就是像一些鳥啊，然後一些鹿，就是很可愛，就是那些零零角角，然後需要用巧思把那些多邊形的東西把它結合起來，是非常的有不同的，就是不同的文化。然後請他就是跟他配合到我們店裡來展示的話，對一些像我們這是日式的建築。加一些不同的元素進來，會有不同的就是文化的碰撞。要嚟點嘅本屆作品，歸砍點了加動身份，為到兩擺展覽，佢係當用點度嘅兩條橋狗來做創作主角，專輯係動定一下。客人都覺得很喜歡，然後一直想要找老師簽名，或者是想要請他做一些東西。線鐵頭位置，橋花蓮公布團鬧橋花蓮建不團嘅位數，人氣都很流利，人才概括流數。大家來這居留室的時候，一定會想說，居留室大概會有什麼樣的既定印象？可能就是關，對，沒錯，關就是還有就是自由被束縛住了。那有一些動物的作品，當然會比較會有一個衝突感的呈現在裡面。第二隻嘅動物本應關起來的，看起來當衝突，別行嘅事也附人嚟創作主題。點地本是國內西普生活嘅8年，做出其設計，如係接觸到劇目藝術，來疏解佢嘅生活壓力，建造出更好。唔過佢以出動成為轉移家鄉，去年花蓮大地圖，佢就決心離開帶嚟8年嘅西普轉移家鄉。我有一種使命感，是想要回來把我所學的。我所要傳達的，我所要追求的，那在花蓮這塊土地上面，然後能夠盡我所長的，讓更多人去了解。那所有折線跑過之後，我們再把用那個筆刀的部分，再把黑色的切割線全部給它裁切下來。好。就是裁切下來之後，我們就會等下會講說有哪些部分要怎麼去做粘貼，這樣子。從輕看起來簡單，而做是難貴。你折反了，我跟你講，你看到哈，所有的虛線
是不是有分成全部都一样长的往里面折，然后一长一短的往外折，对。我觉得很难诶，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老师说虚线的部分跟那个实线的部分，那因为其实它折就是往内折跟往外折，那个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折反了，光是做一个很简单的爱心，我就觉得还蛮耗力的，对。然后刚做过程中，我也觉得这还蛮复杂。可以让你了解说，原来一件创作从无到有是怎么样去完成的，你就会去尊重这样子的创作品。某种容嘅举催，某种容嘅色，打破某种容嘅组合，变出各种构图。它的构成是借由每一片的零件来去做拼贴的。一颗爱心，它可能是一个这么多的角度来去做衔接。那每一个角度呢，它会有所谓的折线、划线，还有切割线。林地分用大刀边形嘅方式来创作，用下少嘅刀边形来构思3D 模型。它是介于具象跟非具象之间，让你更可以让你在看的一瞬间觉得说啊，它这个是什么样的形体？那这个形体带给你的是很多种不同想象空间。用作品表达对自然界嘅追求，用现代嘅创作经验，看到佢新观文言论之下。我希望借由不同的职人，他每一个创作出来的东西，让大家可以知道说，花莲的本质就是在创造，能够透过不同的媒体平台，更能够让台湾其他地方更能够了解花莲。在台体通过後嘅新專家鄉嘅字體，用劇目創作，為花蓮帶來某種嘅藝術能量，也希望留下到自己聯絡起來，強下留花蓮變到某種。